2013年哦，我在苹果日报有一篇投诉，你知道，我的存在哦，见证台湾的荒谬。6年后的今天，你知道哦，面对台湾今天的政坛，你知道，依旧如此。其实2020总统大选哦，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我要去选，可是哦，蓝绿双方都一直把柯文哲当作假想敌，甚至把他放在这个总统初选的民调来做对比式民调。那今天如果柯文哲说他不选的，请问两党的初选是不是要重返？其实这样啦哦，我个人的主观就认为说哦，刚选完市长，你知道，马上就要去投入总统大选，这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现象。那我也认为说哦，这会影响整个市政的进展。事实上，我在一开始一直很不想去选一个大理由，就是说，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就台北市政府来讲，我们同时有1万户的公宅正在开工，环南市场要完工进驻，大龙市场要完工进驻，第一果菜市场跟鱼市场要开工，这加一加，通通加起来是超过200多亿，所以有很多理由让我们说这个市政跟总统大选的选举没有办法同时去兼顾。那我个人也认为了哈。要相信自己的口号，你知道吗？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湾，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如果我们在台北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政治文化可以改变，也可以用台北当杠杆来影响整个台湾。事实上，在过去这段时间，因为我相信我们所在台北的所作所为，不管从财政激励，从双语教育到智慧教学，都一步一步的在去改变整个台湾。所以。另外一个是这样的，毕竟我个人从一个素人来当台北市长，我非常清楚的，是当台北市长的前2年非常的辛苦，因为都搞不清楚状况，到第3年、第4年才整个市政比较顺利。其实如果现在就真的是当选选上，你知道吗？我相信整个故事要再重演一遍，就是前2年会非常的辛苦，有时候对整个状况不是能掌握那么好，所以事实上从头到尾的。本人对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意愿本来就不高，只是说当时在蓝绿的这种初选结果出炉的时候，你知道吗？让我们非常的焦虑，你知道？我相信这不仅是我啦，我相信全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普遍的焦虑，就是说，难道我真的要在草包跟菜包当中做一个选择吗？而且这种蓝绿对决的或是诉诸意识形态的对决，你知道吗？这要造成你看到现在为止，你知道蓝绿双方的这种总统候选人，他们都很少在谈政见，每天晚上课文节目在谈的也只是说如何去赢得这个选举。那我觉得说这种只讨论选举的输赢的，从来都没有一个候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到底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当这个整个台湾就开始这种陷入统独的泥淖，你知道吗？然后也不谈论这种国家治理。我个人是认为的台湾在现阶段其实要解决的是国家治理这个东西，就是说效率这种务实，然后这种注重数字讲究 KPI 这种政治文化，其实才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建立。刚好郭台铭他是一个跨国大企业的老板应该是一种危机型的处理人物。所以我当时在想说，如果又能够在企业界存活下来，总是有一定的实力。我相信这种企业出身的应该受意识形态的包袱会比较低。那当时这个郭台铭先生表达说，他想投入大选，特别是在初选之后，那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有人愿意出来挑战这一局呢，让台湾有一个机会逃脱蓝绿的泥淖。特别要替他取一个口号，台湾重开始。那这应该是我是个人是乐观其成。不过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人情世故那郭董作为一个跨国企业的大老板，你知道他考虑的层面一定更复杂了。我想他还是有他个人的很多包袱。所以当他决定不选的话，对于我也只能表达说尊重。那我也理解。那将来就大家还是。可以维持合作关系吧。那在每个人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总是能够对台湾有好处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度继续努力。那既然这一场总统大选，你知道
目前看起来还是会回归到蓝绿对决的局势，你知道吗？那就更凸显我们在国会力求三党不过半的这个重要性。目前的执政党在国会也过半了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执政毫无顾忌，你知道吗？人事胡乱愁庸，你知道吗？特别在这个选前太多这种大傻逼的政策，你知道吗？在我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财政纪律的。那这是目前执政跟国会都过半的一个写照。如果民众党可以进入国会成为一个关键少数，我想有几个好处的。第一，我们在现行的，因为有人在问说为什么我们要阻挡，其实在现行的体制下我们要进军立法院，不得不阻挡，特别是不分区立委。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成立政党进军国会，你知道吗？在现行的宪政体制下，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做法。我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跟理念带进国会，你知道吗？然后把它推广跟实践。第二点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你知道至少在不同的议题跟不同的政党合作，你知道既可以减少在野党无理取闹，你知道纯粹为反对而反对，也可以避免说执政党可以肆无忌惮，你知道我们可以做好更好的监督。那最后是这样，我们在国会的布局还是用联治内阁的概念我们会提满34席的不分区立委，你知道能够当选的就进入国会当立法委员，那排在后半段的，我们就进入国会不管是当办公室主任或者是幕僚助理这也是培养下一代的政治人才。所以大概就是以上是我的声明。以上